也继续来看台湾彩券，今年的过年是加码奖金9亿，大乐透嘛加码360组的100万的大红包。若想要提升得奖运，命理老师讲，经着时间来打春联真重要。老师的建议，打春联上好的时间就是明仔载透早，即围炉即天的6点到中昼的12点。讲这个时间点，阳气上旺，打春联会来添财气，而且会记哩哦，一定爱甲旧的春联甲掠落来，甲掠互破，代表气旧换新。除了甲每一个数字拢考出来，一张搁一张详细对，看敢有着奖，心中嘛对咧拼搏彩。过年还未到，彩券行一透早就有民众来买刮刮乐，有真侪人嘛有人买彩券。因为台彩今年春节加码，总奖金9亿，创6年来新高。大乐透嘛加码360组200万的大红包，加码奖金3亿6千万。彩券行买起抢滚，大家拢想要做发财梦，不过想要提升得奖率，命理老师讲打春联的时机真重要。你会选在什么时候贴春联？我到大概是除夕那一天的下午吧。敢是伫下晡打春联？唔对，命理老师讲打春联的最佳时机是伫围炉暝迄天的透早6点到中昼12点，因为这个时间阳气上旺。贴春联最佳的时间呢，是早上的6点到12点，这个时候是阳气很旺。那如果又是这个11点到12点的时候，这个阳气更旺，来贴这个春联的话，这个磁场更旺，就是所谓的好的开始。不过，伫打春联之前，旧的春联该安怎处理？命理老师建议，旧的春联立落了后，爱甲伊彻底理好破，代表除旧布新。特别农历过年，民众喜迎财神，各种提升财运的小撇步嘛要记好条，才会当互新的一年好运满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